台南美食顶有名声会讲出名，为了让北部民众会当就近来品尝台南的原汁原味，市府甲文化观光伴手礼等产业协会合作，特别精选50间咱在地物产好米，进驻台南所500会，除了要让民众一摆满足台南物产，也推出现煮的沙白鱼皮，以及满一碗上青的海产糜。其中委托嘛亲自出席，为美食文化节活动开幕，场面闹得滚滚。媒体朋友拍个照片，我们稍微斜一点点，稍微斜一点点。非常感谢搜狗能够支持我们台南的美食文化，也能够让许许多多的店家把最厉害、最优质的产品呈现给最厉害、最优质的消费地，也就是台北的最优良、最好的消费者，台北市的消费者。那这些不仅是鲜果而已，很多都是非常好的，这个大家能够不仅是脍炙人口，而且是非常非常喜欢吃的。那今年更是突破以往，举办了2场的这个台南美食办桌每场7桌都已经早就秒杀了，没有吃到、没有订到没有关系，你只要来台南就知道。台南美食之都称号开幕第一天，就吸引侪消费者注目。市府嘛特别邀请米其林、必比登推荐的餐厅2位总铺师联手，要来呈现台南bản地文化。西瓜米咱是用迄落小叶啊，西瓜落去做的吼。咱这红瓜布是用大黄瓜落去生的。这是我细汉时阵的记忆啦。台南美食文化节对5月28到6月4號為期8天，歡迎北部民眾好康到小報來行行踅踅，不止食美食，也會當選買優質的台南物產，保證收穫滿滿。台南新聞軍籍張碩維採訪報道。